好来，乡亲继续来看这个高雄港伫个挖岛的时阵，发生着一件公安的意外。离这个70号码头的旧式的起重机，也就是吊艇，高雄上倒去，有一个人轻伤，两个工人掉咧走袂出来。加在人解救出来了后，拢无要紧。 货轮进港，但是船身却离岸边越靠越近，码头上的工人全程目击。好，紧走！要跌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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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船身离岸边太近，货轮上的驾驶台往岸上的塔式起重机撞上去。 这一撞，两座塔式起重机倒塌，好几个货柜被砸到掉落，有的直接被压扁，而现场的工人吓得四处奔逃。 上午11点30分，阳明海运位于高雄港70号码头发生的这一起事故，当下2名保养维护人员就在起重机上，因此受困高处。因为高度过高，消防云梯车无法到达，高雄港务公司紧急请来吊车支援。吊车手臂升高高，把2名工人搭载下来，安全下来了，终于了。 所幸2个人都没有大碍，只是真的吓坏了。而最先被救的起重机驾驶送医后也只有皮肉伤。至于事故发生的原因，高雄港务公司表示，当时货轮进港时，货轮航管中心第一时间就发现离码头太近。我们的航管中心的同仁看到有偏航的现象的时候，有呼叫引水人，但是或许因为他是不是在处理其他的，目前在应变，当下在应变，所以没有获得回应，那就发现在船舶的部分，他就没有办法，他依他的惯性，然后去有擦撞到我刚所提有停在70号码头的永明轮的部分。 确切的发生原因目前还在调查厘清，而根据了解，这一艘撞上起重机的东方德班货轮隶属于香港东方海运货柜航运公司，已经有74年的历史。其中，香港前特首董建华也是老板之一。这一起事故倒塌及严重损坏的2座塔式起重机造价约6亿元，现场也有近60个货柜空柜受损毁坏，赔偿金额恐怕相当可观。华视新闻邱君平、邱显雄高雄报道。